史上首次，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来自我们台湾的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科学家在1号进行了公开对话。我们更发现到，其实宗教家和科学家距离没有那么远，全场是笑声不断的。达赖喇嘛期盼科学家能够多朝心智领域研究来迈进，那李远哲则是不断强调全球暖化的危机，这也是未来几天会讨论的重点。我们华视新闻有来自印度的独家观察。今年83岁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脚步缓慢但精神奕奕地从印度达兰萨拉官邸走出来，在旁的还有前去拜会的台湾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2位诺贝尔奖得主1号进行首次的公开对话。达兰萨拉大昭寺一早就坐满了仰首期盼的民众。记者背后呢是达赖喇嘛跟李远哲前院长，他们将在这里呢举行达赖喇嘛跟华人科学家首次公开的一个科学性对话。事实上，达赖喇嘛呢跟科学家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对话，但是跟来自台湾的科学家首次公开对话，特别是李前院长还是头一次。这场科学家和宗教家的对话主题是量子物理学。看到科学家们都好严肃，达赖喇嘛不改幽默本性，先让会场气氛轻松起来。When I meet people, I smile. Most cases they also respond smile. If response not smile, then I do this. 尊者接着提到，主办这一次科学对话的目的是希望科学家能够多有同理心。Scientific sort of research now should expand material external things as well as internal our mind. 外界或许好奇，宗教家跟科学家会有什么交集，又会谈些什么？其实两人对科学的看法是相当接近的。对 I do believe science is a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with nature. We extensively use logic. Why? So this is similar way. The scientist. 2位诺贝尔奖得主其实算是老朋友，但公开对话是头一次。李远哲前院长提到，上回他们的谈话内容完全不记得了，达赖喇嘛这么回答，又引来全场的笑声。So naturally, logically, you are 1 year younger. So your memory is better than me. 当科学家遇上宗教家，还会激发如何的思潮？请持续锁定华视独家诺贝尔面对面。记者廖玲丽、黄建莹，印度达兰萨拉采访报道。